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立秋老師。呢位朋友話公司大動盪，想知近排有冇工作上嘅改變，我哋為佢開個盤睇下。想知近排工作上有咩改變，咁我哋就睇兩個地方。問者癸喺乾宮西北方盤嘅右下方，另一個要睇嘅係開門方震東方喺盤嘅左中位置。呢兩個宮位裏邊呢，分別都有門逼宮，睇嚟公司同佢自己都麻煩多多喎。喺乾宮自己嘅位置，仲有太白入網，問乜就發生乜啊！即係佢嘅工作方面呢，會有次大動盪出現啊！再加埋喺乾宮位置出現咗非宮嘅字喎，表示呢，此地不宜身嘅位置啊！同一個宮位出現咗兩次會變動嘅信息，呢位朋友做好準備，呢次嘅公司大動盪中，你係會成為被動嘅其中一人。不過唔使擔心，呢個改變未必唔好嘅。大家好，又係我大水老師啊！今次有位網友咧問到，想知道個團隊發展同埋之後嘅合作咧會點樣？咁我就即管開個奇門盤嚟睇下佢個情況係點樣啦。今次奇門入邊，我哋見到個結果係喺嗰個坎宮呢一個位置，生個問測者乙木喺呢個位呢個方位巽宮，而再生呢個離宮屬一個伙伴合作嘅相關嘅宮位，但係作為問測者呢個地方咧，我哋見得到一個叫做青爐同酒，而結果咧入邊咧又見到一個叫做飛鳥跌月，而入邊咧亦都有個叫做門逼宮嘅四害。咁作為飛鳥跌月咧，原本係一個大嘅吉格，但係佢跌咗落去死門，又係指隻鳥無生起，同作為合作嘅宮位離宮，亦都係有相克嘅狀況出現。而作為合作嘅宮位，又係比較多啲差嘅格局喎，天瑞為亂多問題。入邊有個小蛇得勢，咦？究竟係咩嚟嘅？但係正常嘅情況下，我哋見到一個係吉嘅格局嚟嘅。但係今次入邊亦都有個空亡，又係奇門嘅四害，所以喺呢度咧，學理解為團隊內訌嘅問題，相對會亂，甚至乎有啲人咧，一朝得志就語無倫次，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小心文書方面嘅問題，睇嚟個團隊可能有拆夥嘅情況出現，所以今次希望呢個網友咧能夠解決呢個問題，處理成功啦。拜拜。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